到底是要变啥吧？医生吧，我要你即马马上消息了。大海，我真正无得记你最后一面。奇怪啊，要帮你走，你是担心落雨啥话啦？啊，来打我！奇怪呢，叫你出去，你是干来看我啥话啦？水姐，原来啊，唔是你叫林王姑娘去我救。这件代志，我唔是感觉真意外。有机会，我来去问清楚。你的情绪啊，无啥要紧啊，我来去贴药啊，你较早药困。哦。观世音菩萨，今仔日咪过会当平安倒转来，完全拢是你的保庇，感谢你的大恩大德。是安尼啦，我是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请问一下，胃口添好啊，伊即马毋知过了好无？假使讲伊若过了真好，拜托你我一个想杯，好，拜托。想杯，安尼过了就好诶。歹势啦，甲你问这吼，对你有较不敬。也毋过，我实在想要知影，就是伊到即马，还阁有咧介意我无？假使讲若是有，拜托你给我一个想杯吼。笑杯，为你即马，咪过伊会当平安倒转来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。介意无介意这件代志，基本上无啥物重要嘛。虽然我知影我介意是无可能，也毋过我就是无法度通死心嘛。唉，是这条心，是你讲我。呀！你过啊！你毋是咧困？你出来创啥？我巴肚枵啦，出找物件食啦。哟，我都要。啊，无我来去煮一点仔物件你食啦吼。哦，好好好。我啦，爱着阮添福大了，搁来煞杀着我。水水啊，吼，来，好休困啊，来去困吼，行啊，你这口，你永远是这样温柔体贴哇，站起来好。行好啊，较细腻哦。
一条腿，我要慢慢刮你的肉，下你的骨，求死不灵，两位。林光亮，你有要紧吗？林光亮，林光亮，林光亮。奇怪，听顶讲透早要去拆药，到即马天都暗啊，哪袂转来啊？明哥，你是去啥好势啊？有。先食饭，哎，先，我看咱莫等停停啊啦，来，这，手会疼吼，这里，来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特别吼煮这猪脚面线给你食哦，因为这是要甲你辟邪。减气酸。阿伯，你猪脚哦，今日食好啦，我教你食。哎呦，你写3摆去哦啦！你一支手是要哪食？一定要到3工啦，我甲你饲啊！我跟你讲哦，这猪脚啦，我卤偌久的了，咬到你口底底能信信。来，我甲你饲，来，喙开啊！哎呦！阿伯，你吼，摕来，我甲你食好。你是钓狗药啦？徛咧这个，你敢袂跳？人讲男女授受不亲啊，我看你也是坐遐，我甲你食好啦。明哥啊，啊？你可怜呢？你是毋是伫咧日本那遐食袂少苦哦？强关甲你无清无楚对无？呀，我袂要紧，我有传一道足清楚，要甲你爆对看。当，菜脯卵、葱仔卵、土马豆、炒卵糕、卵汤，假使讲你来食我教的话，还佫有小蛋呢。还佫有一个白猪腩。你想到了？你快，不要紧嘛，不要紧啦，安尼啦，偷看咧。阿伯啦，我是倒去甲你袂得过啦。你来，你无来无去，煮这两好食要爽啊！哎呦！我煮这物件是倒位咧食的。虽然讲无啥物大鱼大肉来讲，要毋过这人嘛无爽呢。是我安尼欠长内度，要来要甲你补营养的，你一句多谢都无讲，搁甲我气嫌，哈！我毋是气嫌你啦，要怪我过来炒日本仔啦。当工甲你也去的时阵哦，就甲我钱哦，636两啊。我嘛讲这样要食呢，我甲你下落卵哦，我就感觉病发要吐啊！明哥，我失礼啦，你也无爱较早讲，害我误会你，失礼啦，失礼。啊，无呢，过去吼，我即摆来菜市仔买菜，订煮互你食啦，吼。我来去买菜。唔免啦，天拢遮暗啊吼，出去危险啦，我讲卖。哎呦，袂啦，这快递大家拢爱食的啊，我会较细腻的，你放心吼。我来。唔通啦！哎呦，不要紧啦。卖啦，阿妹，卖啦，卖啦，唔好去啦，你看，你看啦。啊，无好啦，我
莫去嘛好，较白白有恁操烦。无我看，莫去好啦。有，莫去。我靠！你是哎呦，要死啊！啊，阮从来拢捌用安尼温柔的眼神遐看，啊，即摆，敢是阿某人扫伫我顶巴看？这。你精神啊？你唔通叮当啦！你唔通叮当啦！哎，随时，我你刚才小已经变，有什么所在无准备？刚才有小可疼，其他拢不要紧。多少？多少？唔通安尼讲，你为了美国冒这么大的危险，我替你做这点小可代志，这算啥？互你加在，我拄赶到位，无万一你阵若什么三长两短，你我甲美国一世人要亏欠你偌济？以后千万唔通安尼做，知无？我本来是想讲，甲较多官商交结，看会当放面具的袂，想袂到叫的我觉着是我家己受过错。随时，互你加在，代志拢过去啊，即摆上重要的，你爱好好保养身体，知无？袂歹，有进步。阿讲你即摆佫着着重伤，无啥物要紧。报告督察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啊。我想讲，要等下日本看一个亲人。免，你的亲人已经来台湾啦，有人甲我带去。嘿。林凤，你敢想要转去日本？你敢无想要带恁查某囝四界行行佚佗者？多谢督察，多谢督察。哇，阿芬，那这就是拉。哇，拉呢？拉，おはよう。お母さん，拉就好帅呢。阿芬，我较上细汉的时阵，常常捌咧溪仔边摸拉哦。お母さん，我嘛要摸拉，我嘛要甲拉耍。好啊。阿芬，你注意看哦，溪仔底迄石头边有足侪拉哦，你看。啊，我看到，有足侪拉呢。お母さん，拉会咬人无？戆囡仔咧，拉袂咬人。那安尼，我嘛要摸拉。啊好啊，来这里哦。お母さん，你看拉呢？阿芬足搞的，足搞的。阿芬，你家己担遮摸拉，摸十粒的时，才叫我卡上，好。好。来这里哦。好。哇，拉呢？督察，总部有新的指示，大场调一个抗日分子的大本营。我爱你执行这新的任务，
用大本营甲我找出来。报告督察，这抗日集团并不是我咧负责，这对我有困难。林峰，我看你小可有头昏昏、脑顿顿哦。凭你即摆甲廖天地的交情，伊阁遐信任你，要利用伊摕出大本营，那是真简单的代志啊。原来你系我上面久的是有目的。即马知影阁袂慢，无法摕，伊会更加信任你。我卡萨，我忘记查了啦呢。阿芬挂哦，阿芬足搞的吼。阿芬，你爱蒙拿哦，拿摕起来，阿舅煮拉顿互你食。我不会啦，拉是我的好朋友呢。死早鬼啊！歹得还阁会出好笋啊！时间到，我要带阿芬回去啊！请你好好疼惜伊。你放心啦，我会疼伊疼甲咱命咧。丁哥，请用茶。多谢。啊，丁哥，啊你若无拄好这段时间吼，我实在应该来甲你看看咧。啊，毋过这公司啊就无用吼，有怎样耽误着？啊，实在是真失礼。来就不，我无伫的这阵啊，有啥物代志无？有哦，丁哥你无伫的时阵哦，真正是天下大乱啦。啊，迄个卡刀你会记吼？巧伊啊！安怎死的？这我嘛咧查，我想这应该是帮派咧车拼。这种案件实在足有力晒。互你辛苦，再无你的代志，你用落去。嗨，你坐下。我找你问五六嫂，六嫂，六嫂，丁哥，酒也小，阿妈头前生了也袂歹，甲你真舒服。最近爱人啦吼。你了后白讲啥？无你的代志，落去。嘿，六嫂，倒。真歹势，伫你的办公时间来甲你叫叫。不要紧，我后要下班啦。你来找我有代志。是有淡薄仔代志，我要带你去一个所在。来，内面请。廖嫂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你这认真去？你来内面你就知啦。请，人起来哦。这样。笑笑，你问伊两个就知影啦。有姐啊，我为着吼要庆祝你的身体当这紧就好吼，特别为你传的哦。那好意思，安尼麻烦你。哎呀，这应该的啦。你吼，若不是因为我，那向普利多啦，做这低开面线，互你过运哦，应该。恁对我遮尔好，我实在唔知应该讲啥。啥拢免讲啦，坐落来食较重要啦。我等下巴肚拢枵啊啦。来，这来。咱大家当安尼坐公道食饭，实在足亲像共一个伙啊。我已经足久毋捌过这款的日子。
哎，食饭啊！哎，这地干面线好，煮了偌久了呢。嘿呀，足香的哦！我请你吃。食一个伤饱。阿阮做的地干面线真好食的。遮尔好食，无后摆叫阿爸来加煮一挂装，甲你送过来。多谢你。廖嫂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麻烦你。我想讲要麻烦你，把应援票的簿仔交互控制分子。你的意思是讲，要甲无交还应援票去买军火哦？哦，唔对。虽然讲迄簿仔顶头的号码有问题，也毋过一般的人是无容易发觉。假使因若有这个簿仔，以后要买军火，就免四过去装钱。那安尼，日本迄方面，你是要怎交代？你做你放心，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袂个，我免去修理这个簿啊。这样有意义的代志，我感觉你应该亲身交互伊。我会赶紧叫美国联络因大家，互你直接甲伊交涉。多谢你。这红姐的送来的衫，遮尔啊水着，也毋过拢无机会人穿，是有够可惜的。啊，佮有关带啊！哇，这贵闪闪了，无穿嘛就无彩。尤其是这。我想啊去。阿母啦，你是要去倒位安尼装甲咧？当然嘛是要来菜市啊买菜啊。阿母，无你是咧发烧啊？穿安尼要去菜市啊？你甲我管，我三不五时啊，水就是袂用心。输啊输啊输啊想啊去。人讲哦，查某人会为着伊所爱的人去打扮，咱阿母啦是为着要去市场去打扮，你实在哦。对，你他讲查某人为着所爱的人会去打扮啊，但是有影有影。当然有影，毋嘛是查某人，查甫人嘛是共款。安尼哦。哎。啊那安尼吼，但是就麻烦啊啦。那是麻烦啥？对，我甲你讲哦，凡事你歹事。这阿阮吼，咧烧安呢。哎，无要信对无？这是我哦亲耳听到、亲目睭看到，伊咧跋杯问神明呢。阿母人介意的对象是啥？咱会熟悉无？有啦，你逐工做伙。我啦。你啊？你啊？哎呦！啊，你看你真无点呢，安尼。毋是啦，我都毋是迄个意思啦，是讲伤寒啊啦，你有母毋对去无？我袂母毋对伊啦，我嘛感觉真寒啊。即阵啊，我大概看到阿母拿迄骹手毋知要囥咧倒位，偌艰苦啊，你知无？毋知要安怎。会啦，我会找一个机会哦，跟问我清楚啦。啊，不管哦，阿母若介意的对象是毋是你啦，总是好代志啦。表示阿母哦，有嫁人来拍算啦，较免为着阮大个吼，一世人守喺遮啦。哎呀，免烦恼啦，假使真是有这件代志吼，大个吼一定替你办一个真老热的婚礼啦。吼，好，我有代志，我先出来。婚礼啊，但是我无啥准备呢。人讲哦，3分人7分装，一点仔嘛无毋对。啊，你小可甲伊装一个尔，就遮尔侪人咧甲我看，歹势个。
名？我但是南茂的冤咯，又去。哎，啊你毋是你又去的？看到我来走，看到死，甲伊有关系。爷爷，快走！爷爷。唐天哥，唐天哥，什么代志啊？叔叔去，叔叔去啊哪啦？你是唔知了来无？爷爷啊！你在哪边啊？爷爷，你唔出来哦，我弄你来哦。爷爷，你唔出来哦，我弄你来哦。出来同我讲清楚，拍刀的事是毋是甲你有关系？你若是天堂袂讲出来，我想办法甲你检举。你若是搁再另外，就唔通怪我掠着你后对你无客气。好，掠着哦，你三代真像我做，跟我无关系啦。甲你无关系，啊你想要安怎？哼，我看你真有嫌疑，搞定啊！讲着哈，你讲的，你是创啥啦？公司卡。请，把门关起。我甲恁介绍，这位就是林凤姑娘，这位就是单清河先生，就是大稻埕这个地区的召集人。你好，你好，警察。林姑娘，你的代志我拢甲兄弟讲过，大家拢足欢喜的，而且对你的精神拢足钦佩。我有机会会当为恁尽力，这是我的荣誉。警察，这个印银票的版模，我就全咧交互你。假使原因所上若是有啥物困难，我还阁伫咧台湾，恁尽量来找我。对啦，恁的军火一向拢是甲上尾。无一定，敢讲林姑娘有军火来源呢？我有熟悉一个卖军火的朋友，甲伊有淡薄仔交情。假使你若是有需要，我会用去替恁介绍，无得较你用甲伊直接咯。安尼上好啊！这条路线准会当开成，后摆对付日本政府的军火，就绝对无问题啊！对啊，对啊。我还阁了解即马新式火药的特性，我用提供意见，互恁大家做参考。假使恁若是无气嫌，我会用甲恁斗阵开会做讨论。那安尼上好啊！林姑娘，啊，毋过即摆上重要的是研究安怎印银票，才用去买军火。看到因遐尼欢喜，我感觉我真是做着一件代志。会当交你这种朋友，我嘛感觉真光荣。哎哎，好，不要紧，我要困觉了。哦，睡去哈。哎哎，完转吧。来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哎，要困着来。哎，小姐，哎，睡去哈。阿豆，你的刀伤安怎？不要紧。来，我手我看。哎呦，会疼袂？多谢你。你咧想啥？
我忽然间感觉家己活甲足忝，可是哪会当安尼平平静静过一世人，毋知要偌好。我又过咧迷茫。你毋是伫迷茫，像你这样好的查某，一定有真好的归宿。我才是毋敢安尼想，谁人敢治我这款的查某？我做是你，你敢不敢？我配你袂得过啦。我是甲你讲真实话，我真清楚我家己的命运，我也知影一个人袂当脚踏双船，必须要的是，也着要放弃家己的幸福。啊，不过，我嘛是一个查某人，我嘛需要有一个人通好我靠。你的心情，我会当体会。只要你愿意相信我，我就是你的朋友。若有啥物需要，我随时会到你的身躯边。是啊！不会啦，这么混年哪有死啦？啊，我知啦，咱即马共讲分去，咱两个吼一定掠去关到死沙某的啦。我你。别哭啊，阿爸啦！来，来坐。我来去叫伊想办法。你看，没事，什么都没事啦。但是不要闹了。阿爸啦！先生哦，把药酒摕出来，林姑娘受伤啦，我要给膏药啊。哎，查某奶奶啦！哎呦，奶啦，我哪知啦？哎呀，别别啦！那是你讲的，跟我你两个骨帮身底，你创啥啦？啊，画规波拢没印象。这是安怎啦？不是，我甲你自首，迄叔叔去吼是我讲分去的，你甲我掠起来。阿母呐，查某囝吼，敢做敢担当啦，你吼唔要替我出头啦。红姐啊，这件代志吼是我做呀，你甲我掠去啦。你估你在创啥啦？都我做的人。好咯，恁两个我拢袂掠。这件代志有较麻烦，爱好好处理。阿母吼，我看规气安尼啊，甲拖喺山顶担啦，啊等落雨吼，伊就该醒啊，你也就该转去啊，安好无？你莫讲了，我看吼，你无方便伫遮，等下叔叔伊阵若醒起来，看到你甲阮斗阵吼，就真歹解决。你先转去，这阮来处理就好了。不记好啦。啊，叔叔干啥？哦，原来我好做叔叔去哦。拄则伫内底安想都想无，原来我好做叔叔去哦。哎夭寿啊！一声叫我喊一个阿嬷袂认阿尚啊。来啦，食糜。你讲我是一个顺查？是啊，你真是啥物拢想会起来。讲我大个吼，真正读个歹去，叫到迄个人遮大，又搁退泉药，又搁风太伊，实在是哦。现在是安怎？啊？现在是安怎？啊，
无恁替我惹即种麻烦，我会安尼做。啊，以后是怎好话啦？哦，装啊差不多啊啦。大啊，我感觉怪怪呢。迄个交头鸟青圆啊，迄插头插脑呢，我咧看哦，伊是挑工，甲啥物代志拢放袂记，找机会哦，要陷害咱两个。那是要陷害咱啥啦？好啊，孙早毋做，甲恁酒伙食。我看吼，你是伫食醋。我哪有可能食醋？我会食迄四脚走狗的醋，当骗笑。啊，我若对伊好啊，去照顾伊啊，你这吼就袂爽啦，对无？无啦，无种代志。无上好啦，你看怎好，紧摕入来，快紧嘞！啊，好啦好。你真是啥物拢想会起来？这代志哦，我真拢想袂起来。想袂起来你嘛好，甲过去的代志拢放袂记，安尼你才有机会当重新做人。我听你安尼讲，我较早就是一个歹人哦。歹人，毋是歹人啦，只是较顾人怨尔啦。莫想啊济啦，你即摆吼专心养病，啊，甲问食落去，吼。我是一个顾人怨的人，你不但无讨厌我，无欺负我，反倒当你搁救我，搁照顾我，我实足感动的，我唔知影咱做啥来喊对这条事。拜托你莫伤心啦。当阮收留你是因为吼，咪过伊甲你讲，是因为无人甲你照顾，阮总袂用见死不救啊！阿凤姑娘，你的温情哦，是我足感动的。只是让我唔知要安怎做，才有法度来还这条情。你病若好，转去吼，情就还情啊啦，会晓体恁啦。志云兄弟，你自从到今一直拢无好面相我看，我也袂请教你是。我啊，吓。哦，像即个吼，生到遮尔啊歹，佮遮尔啊细汉，这是我的细汉阿兄啦。啊，若较大汉、较缘投迄个，迄是我的大兄。喂，什么细汉？我讲细汉就是细汉。哦，原来这个人歹脾气也歹的这个，就是阿兄哦。对。我毋是干脾气歹尔啦，我阁无看到你哦，担遮甲阮阿母来高高甜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互你担遮吼，已经是高不离三种啊。你若病好，赶紧转去，莫小想哦，要害阮阿母啦。哦，你才够了不起呢，细汉呢？你叫我啥？问声，细汉阿兄，哇，你安尼随看出我的心思，知影讲我真正足爱你小妹哦。既然吼，大话就讲啊明啊，安尼我就无需要搁再暗看啊。细汉阿兄，请你准我甲你的小妹来往，安尼好。自从迄天吼，我看阿凤姑娘水敢若仙女下凡，佮看伊对我遐尔的温柔，遐尔的体贴，我离煞着伊啊啦！这样呀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我实在是听袂落去啊哈！你愈讲愈超过了哈！我昨仔晚哦，绝对无可能介你这款日本走狗啦！佮再讲，你免遐摇到要上上地瓜骨啦，想要着我，你真较歹啦！我无可能介你这款型的啦！阿凤姑娘，你对我无信心无要紧，总有一天你会叫我感动的，到时你就了解。后会有期。哎呦！昨仔你真辛苦。报告督察，我的查某囝阿芬呢？你的查某囝即摆在真平安的所在，我有派专门的人在甲照顾。我想讲，
要看我的查某囝，会用我甲伊见面无？查某囝的代志你免烦恼，小伊小甲咱命咧。不过我即马上烦恼的是你的心去鬼袂去啊！要哪会呢？我一心为政府做代志，哪有时间去想其他的？安尼上好啦，我不准我组一个人，甲敌人博感情。我袂遮尔花头。万一若是险船，爱赶紧打动啊！即摆抓袂歹，抗日分子的大本营你嘛找着，算大功一件。这是我应该做。即摆时间差不多啊，你会用将迄堆抗日分子拢总做掉，我啊交转来。这么紧就要行动？印军票、买军火，本来就是骗局。咱讲爱等伊传好，才抬伊。下手较紧的，走起来要等你。阿爸啦，阿爸啦，无你在看啥？我都咧看迄个叔叔去啊，已经几落工啊，我也无看迄人，想足烦恼的。无阿爸啦，你即摆关心迄四脚走狗是要创啥？假使讲，若毋是你举棍仔共讲一个人，啥物代志拢袂记的，我遐尔关心伊是要创啥？咱至少要负一点仔道义上的责任嘛。啊，搁有啦，你喺平常时啊，结一个爱面抢红冠，安尼啦，人即马走去啊吼。喂，阿爸啦，讲话着凭良心的，你毋通袂记的呢。我先来甲讲，是因为保护你呢。哦，即摆迄个四脚走狗讲句句好话尔，你着食碗来洗碗外哦，袂真咧人啊。无啊，啥物咧食碗内咧洗碗外？你即摆是咧讲啥哈？啊，你家己心内上清楚啦。大姑啊，对我有意思，即摆搁伫我的面头前，咧关心迄个叔叔去，哼，无你是甲当做啥？我对你有意思。对哦。敢若毋是哦，是你咧对我有意思哦。明明是你开始的呢，我当迄天啊，哈，什么人伫神明面头前，那摆跋杯问我看有介意你无？哦，然后吼，就用了遐尔温柔的眼光咧甲我看，佮对我吼特别关心嘛。对啦，以我这种人才吼，你来介意我吼，这我是难免嘛。虽然我人吼生得会搞哦，但是吼我真缘投呢。阿伯，我是感觉吼。咱两个敢若以兄妹安尼较好啦。你甲想看觅，你较早是添福大的查某人呢。啊，人咧讲吼，朋友车是袂当学袂起人的啊。啊，即摆添福大去，你若搁真正爱我吼，啊，我若甲你爱，我良心会不安啦。啊，像前几工吼，我一直想要找你讲啊，啊，一直拢无机会啊。啊，即摆打拄着啊，我看规气讲就好啦。阿母啊。伊也了解我的痛苦啦。其实吼，我嘛真艰苦啊。我看咱两个吼，莫去误会落，吼。误会，即摆误会大啦！我以后甲你当作兄弟仔尔看待，从来我拢无有别的想法。迄天你喺神明的面头前，我是咧问天顶的店铺头家，伊过了好无？伊还敢有咧爱我无？是啥咧问你的代志啦？什么？毋是你问我哦？是啥要问你这臭酸的咪咕啦？你咧水面啦？代志拢无爱听清楚。我要介意你，我不如去介意迄个叔叔去。上起码，伊对我一见钟情，伊敢爱敢讲，总比我介意你这款遮尔爱搁遮尔臭面卡小是要创啥啦？好啦，你要爱去爱啦。好，我即摆甲知讲吼，你遮尔无经验，遮尔无品啦。哼，爱迄个四脚走狗去啦，我举双手双脚祝福你啦。去啦去啦！去啊！叫你惊啥？我干嘛来去对一个日本走狗？我总比你遮，好你咧甲我亲近亲友，好你咧甲我计较我的过去更较好。无毋是啊，放开啊！你怪我来讲，我即摆要来找叔叔去，我要甲伊爱，